那今日一家纪念呢個耶穌受難日，因為咩呢？耶穌基督作為上帝嘅世家來了世間，是出十字架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擔人類嘅罪惡，因為到攏眾人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呢個羅馬書5:12按樣人講到，因為到從一責人做出罪惡，所以世間嚟嘅。一責人跌落罪惡，反對上帝嘅命令，唔順服上帝嘅命令，變成攏眾人世間下嚟跌落罪惡嘅方面。但係呢羅馬5:15節有人講咗，但係透過上帝嘅恩典，攏眾人得到呢個上帝嘅恩典，因為到一責人反對盲通跌落罪，透過一責人順服上帝嘅命令，出嚟耶穌基督。攏眾人也係得到這個恩典。嗱，羅馬書5:19按樣人講到，有啲一責人唔順服，變出攏眾人跌落水，也透過一責人順服，我攏眾人信任嘅啥，變義人，變對嘅人。嗱，最快樂最得福就係相信耶穌基督。今日嘅日子受難日，因為到耶穌做了本是跟人類的，嚟啥相信嘅啥，都得到了最大嘅恩典，是家嘅罪，是家嘅救赎，本佢十字架嘅擔核。阿門。